反骨男孩团长酷炫、庄瑶轩最近爆红，日前还上节目挑战访问综艺天王吴宗宪，未料他竟一出场便开始自夸，提问时还狂踩吴宗宪痛处，最后不慎说错话，结果仅访问不到4分钟，就被吴宗宪按失败铃赶出场，更遭吴宗宪轰你刚刚讲这句话，我觉得我们的访问可以结束了。酷炫日前上节目挑战主持功力，一出场便抛出自编的标语，有的问题我不追究，你猜不透，让一旁的露露和陈汉典当场傻眼。随后他又频频自夸口条不错，让受访的吴宗宪忍不住劝，最好的推销员不是口沫横飞，而是让你想要去了解他，认为酷炫花招太多不是好事。对此酷炫赶紧解释，自己是想抓住大家目光，结果惹火吴宗宪，并遭质疑你是要访问我，抓住大家目光是你，这样就有一点鸠占鹊巢。酷炫发现讲错话后，话锋一转换下个问题，询问经营过各式各样副业，如何一次次重新站起来。结果吴宗宪听完秒变脸，严肃反问，所以你说我以前是失败的，让酷炫相当慌张。吴宗宪表示，外界认为他过去曾失败，但其实他是正在努力中，宁愿战死沙场，也不要过得庸庸碌碌，所以我怎么可能是由黑转红？坦言提问已让他走心，决定按下失败铃把酷炫赶出场。这时酷炫又在喊我考虑转行，吴宗宪则附和很好，我支持你。